荃灣綫今日起改用新信號系統，第一日整體運作暢順。唔知今日大家搭荃灣綫嘅時候，感唔感覺到同之前有咩唔同？改用新信號系統後，列車埋站嘅時候需要嘥更多時間對準月台幕門或閘門。呢個係改用新信號系統前一日拍攝嘅片段。車長喺停車後需要開啟駕駛室門，確認列車車門正確關閉之後先會開車。請問靠對閘門，請不要靠近閘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gate. 但轉用新信號系統後，車長就冇需要走出月台並作出指叉確認手勢。喺 SACEM 系統嘅自動模式下，車長需要撳掣開車。但係喺新嘅 CBTC 信號系統下，車長無需撳任何按鈕，列車就會自動開出。為避免造成危險，車長無需開啟駕駛室門，而係透過 CCTV 觀察上落情況。見到咧，今朝係有個別嘅情況有啲問題，例如啲列車咧，我哋今朝見到個別嘅情況係佢停啦，需要個司機去手動加速少少啦，同埋咧都見到啲幕門咧需要啲磨合，咁呢啲都係好個別嘅事故，亦都因為我哋加大咗好多自己呢個南交幫手咧，所以對成本應該就會好深嘅，都唔係太大嘅。我哋其實咧都係推行下，其實好似平時咁樣咧，但係搭車嘅時候，搭車前可以睇睇我哋最新嘅車務資訊，咁啊可以令到你哋咧更加順暢。佢又話：呢段磨合期可能需要一段時間。現時觀塘線、將軍澳線以及港島線仍然使用 SESM 舊信號系統，呢三條市區線預計會喺2至3年內更換至新信號系統。荃灣線最新採用嘅 CBTC 信號系統係採用通訊式列車控制無線信號系統移動閉塞技術，佢嘅能力可以由最基本嘅控制列車行車速度能力，至到最高嘅列車控制管理系統。當新信號系統運作正常後，中國製新列車 Q-Train 將會喺荃灣線投入服務。唐氏新聞台記者語音一報道。